更深浸泡在你同在当中。主，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。主，我们瞻仰你的容颜。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，沉浸享受在你恩典里，在你同在里，我心喜乐满溢。主耶稣是我唯一渴慕，我主我王，永远要敬拜你，赞美耶稣。我的灵魂只爱是你，我愿跟随你，一生都不偏离。在你同在里，我心喜乐满溢。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，沉浸享受在你恩典里，在你同在里，我心喜乐满溢。主耶稣是我唯一渴慕，我主我王，永远要敬拜你，赞美耶稣。我的灵魂只爱是你，我愿跟随你，一生都不偏离。在你同在里，我心喜乐满溢。主啊，这是我们对你的心。主，我们同意永远敬拜，赞美耶稣。我的灵魂只爱是你，我愿跟随你，一生都不偏离。在你同在里，我心喜乐满溢。大家平安，我是恩典，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读诗篇141篇1到10节。这篇诗是大卫的祷告，是他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写的。身边有诱惑，有敌人，也有自己内心的挣扎。在读这篇诗篇的章节的时候，有个地方很特别，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看到，是在第5节，大卫说：我情愿接受一人爱心的责打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爱心的责打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进行一段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聚在一起读你的话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不只是用头脑读，而是让你的话真的进到我们心里。特别今天我们要读关于被指正、被责打的主题，我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求你帮助我们保持开放的心，让你的灵来引导我们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先阅读诗篇141篇第1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我求告你，求你快快帮助我。我呼求你的时候，求你垂听。愿我的祷告如烧香的烟上升到你面前，愿我高举的双手成为挽祭。上主啊，求你管制我的口，求你把守我的嘴唇，求你使我不偏向恶行，不跟邪恶的人同流合污，求你使我
不参加他们的筵席。我情愿接受义人爱心的责打，却不愿意邪恶的人尊敬我。因为我常常在祷告中反对他们的邪恶。他们的首领被摔到山岩下的时候，大众就会承认我的话真实无讹。他们的骨头被丢弃在坟墓旁边，像被劈开砍碎了的木头。然而，至高的上主啊，我仍然信靠你。我要寻求你的庇护，求你不要丢弃我。求你使我不陷入他们所张设的罗网，救我脱离邪恶之辈的圈套。愿作恶的人陷入自己的罗网，而我得以安然逃脱。我们刚刚读完了诗篇141篇的整个章节，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背景。那这篇诗呢是大卫写的，他写作的时间点圣经没有明说，但是从诗的内容来看，大卫当时其实面对了很大的压力，外面有威胁，里面也有自己心里面的试探。那有意思的是，大卫在这篇诗里不只是求神来保护他，免受到外面的攻击，他同时也求神来保护他，免受自己内心的试探。他知道的最大的危险，有时候不是外面的攻击，而是自己的心。那这是一个大卫很真实、很真诚的一个祷告。现在我们重新来看一下第1到第2节。上主啊，我求告你，求你快快帮助我。我呼求你的时候，求你垂听。愿我的祷告如烧香的烟上升到你面前。愿我高举的双手成为晚祭。大卫用烧香的烟和晚祭来描述祷告，但这两个画面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点。他在过往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一个每天是一个固定在做事情。他不是说我今天心情好了，所以我来祷告，而是说我要让这个祷告能够成为跟呼吸一样，它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再来看到第3到第4节，大卫接着求的事情：上主啊，求你管制我的口，求你把守我的嘴唇，求你使我不偏向恶行，不跟邪恶的人同流合污，求你使我不参加他们的筵席。他求神来帮他守住的是他的口以及他的心。那我们很多时候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在之后呢，我们才会来后悔，或者是心里其实有知道某件事情不对，但还是被吸引过去，甚至可能做了这件事情。大卫的诚实就展现在这个地方，他不是说我很强，我能够守住这一切，我是个坚强的人，而是他说：神啊，这时候我很脆弱，我守不住，我需要你来帮我守。大卫呢，承认自己守不住，才是这个祷告真正的一个起点。所以在1到4节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是祷告并不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来做，而是每一天我们都能够诚实的去承认我是软弱的，我是需要神能够陪伴在我身边的。好，再来让我们一起来读到今天最核心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第5节。我情愿接受义人爱心的责打，却不愿意邪恶的人尊敬我，因为我常常在祷告中反对他们的邪恶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今天的主题爱心的责打就出现在这个经文里面。那我想先请大家来关注情愿接受这4个字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不是说我被迫去接受，也不是说我勉强接受，他说的是我情愿接受。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，也是他想要的一个态度。那这个其实是个很挑战的一件事情，因为说实话，
大家正常都是不情愿去被指教、被说的。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跟我一样，在被指正的时候，其实第一个反应是防卫，会想要去解释，说哦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，想要辩驳，甚至会干脆就是闭口不谈，把心里关起来，不再对这些事情有任何反应。但大卫说的是情愿，那他为什么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？我觉得关键可能跟后面那个对比，却不愿意邪恶的人尊敬我有关。大卫呢，在这里把这两种选择放在一起。第一种是被义人责打，有点痛，但是是真实的一个爱；另一种是被邪恶的人尊敬。哦，听起来好像很美好啊，得到了一份尊敬。但是呢，你走在跟他们一样的路上。大卫说呢，他宁愿选择第一种。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：我们是不是常常可能会问自己，我在乎的到底是被谁认可呢？如果我最在乎的是那些走在正路上的这些人是怎么看我的，那我就会愿意听他们说话。就如同刚才前面讲到艺人的遮大，艺人他们怎么看我，那我会愿意接受，也会愿意听他们指责，虽然这是不舒服的。但如果我最在乎的是让所有人都能够觉得我好，那我就会拒绝任何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声音，不管那个声音是真或是假，我们都会去排斥它。那这边有一个小例子，在我过去的时候，有一个认识的朋友，那他有一次呢，他其实对我说了一句让我不舒服的话。他跟我说过，我觉得你最近好像都在逃避一件事。这件事情我就不明说。在那当下，其实我很想要辩解，但后来有冷静想想，发觉说，他说的其实是真的。这句话其实过往让我觉得很难堪，也让我觉得说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样子，让我有点受伤。但同时呢，这句话也点醒了我，让我看见了一个我自己不愿意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子。那这个就是这节说的一人爱心的责打。那在这节呢的最后一句话也很重要，因为我常常在祷告中反对他们的邪恶。大卫说：“我接受义人的指正，但对邪恶，我在祷告里持续对抗。谦逊接受指正，不等于对错误妥协。那这两个态度呢，大卫却同时能够持有。”接着我们来看第6到第7节。他们的首领被摔到山岩下的时候，大众就会承认我的话真实无讹。他们的骨头被丢弃在坟墓旁边，像被劈开砍碎了的木头。第2节说的是，当走错路的领袖倒下，真相呢就会被看见，大众会来承认什么是真实的。这让我想到，有时候我们说了真话，做了对的事，但周围可能没有人听，甚至还会被排斥。但大卫说，真实的话是不会消失的。等到时间到了，人们会承认它是真的。真理有它自己的分量，也不需要我们用力去证明。在第7节的画面很沉重，骨头被丢弃在坟墓旁边，像被劈开的木头。这是大卫在描述他自己的处境，他走到很低的地方了，已经在尽头的边缘。但正是从这个最低的地方，他说出了下一句话：
那这也是带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段的一个主题。再来让我们一起读最后的8到10节。然而，至高的上主啊，我仍然信靠你，我要寻求你的庇护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求你使我不陷入他们所张设的罗网，救我脱离邪恶之辈的圈套。愿作恶的人陷入自己的罗网，而我得以安然逃脱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8节第一个字“然而”？那大卫刚才说的是骨头丢弃在坟墓旁，那是他的处境，也是他目前遇到的最低谷。然后他说了：“然而，我仍然信靠你。”这个“然而”不是否认现实，而是在现实里面他做了一个选择。这不是一个顺境里轻松能够说出来的一个信心，是一个走到尽头的人，但他仍然选择了仰望神。这不禁能够使我们想到，当我们接受了别人的指正，承认了自己的软弱，接下来呢，很容易会发生的2件事。第一个是一直陷在羞愧里，觉得自己很差，一直去反复的想自己做错了哪些东西，最后呢，让自己一直陷入在这个谷底面走不出来。那第二种呢，是把那个不舒服，把这个被指正的心情压下去，假装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继续往前走。但是呢，事后也没有回头来看看这件事情对于自己的意义是什么，是不是有需要去改正的，反而什么都没有改变。而大卫呢，他却选择第3种路，他承认了自己的处境，然后说：“然而我仍然信靠你。”这才是完整的一个循环，承认需要神，接受人的提醒，最后继续仰望神，让他带你往前。那在我们前面看到1到4节中，我们能看到是大卫一直在提的事情是我需要神在我的生命里。在5到7节呢，我们看到的是大卫说我需要人能够来指正，能够来使我能够警醒。最后我们在8到10节看到了大卫仍然是仰望，我需要仰望神这件事情。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在诗篇141篇里，大卫看见了3个诚实。第一个，在第1到第4节，他诚实地承认了我需要神，口和心自己是守不住的，是软弱的。第二个，他诚实地承认了我需要人，需要义人爱心的责打，大卫呢情愿的接受。在第3个，他诚实地选择了要仰望，就算走到人生最低谷的地方，仍然是信靠着神，仰望神的。那在今天呢，大家可以找到一个信任的人，可以问问他，你觉得我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，能够去从他人口中来更认识自己，也能够了解到自己是不是其实有什么事情是被自己忽略了，自己不愿意去看到的，并且呢，我们能够将这一切交到主的手中，也能够来警醒自己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今天透过大卫的祷告，让我们看见这3个诚实，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当中都能够来更靠近你。求你给我们谦逊的心，使我们情愿接受义人爱心的责打，而不是关起来拒绝，或是忽视这一切。当我们承认了我们自己的软弱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不要停止在羞愧里面，而是能够
说出那一句“然而我仍然信靠你，我仍然仰望你”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属